Hello，大家好，我係 Neil 啊，早晨。今日我哋傾嘅話題呢係中山邊度似香港嗱，咁樣嘅好多香港朋友呢，第一次嚟中山睇樓都會問我一句：Neil，邊個區最似香港呢？咁其實中山每個區感覺真係差好遠嘅，有啲呢就似九龍市區，有啲呢就似將軍澳新區，有啲又好似香港以前嘅舊社區。今日我就用香港人最容易理解嘅方式同大家講下中山幾個熱門嘅置業區。第一個，東區。如果用香港嚟比喻，東區係有啲似九龍站加北角半山嘅。呢度係目前中山最有城市感嘅地方，大型商場、高端住宅、寫字樓、酒店、醫院基本全部集中喺呢邊。好多香港人第一次去東區呢，都會有呢種感覺。原來中山都可以咁現代，而且東區生活真係方便，飲茶、超市、商場、私家醫院配套成熟得好快。當然價錢都係中山偏高，因為本地有錢人其實好多都住東區嘅。如果你重視生活品質，唔中意太遙遠，東區通常最容易接受。第二個呢，就係石岐啦，石岐係完全另外一種感覺。如果比喻香港呢，佢係有啲似太子同埋西營盤，老區味道好濃，街邊食店好多，生活氣息比較重。好多香港長者特別中意石岐，原因好簡單，有人情味。你會見到街坊買餸啦、茶樓飲茶啦、公園散步啦，生活節奏冇深圳咁快。而且石岐好多地方講粵語係完全冇問題嘅。香港人會容易融入，但係缺點咧都好明顯嘅。部分樓會比較舊啦，城市感冇東區咁新啦。但係如果係退休養老咧，其實石岐真係幾舒服。第三個，馬鞍島呢個近年咧就超多人講噶啦，因為深中通道啊。深圳過嚟咧，第一站就喺附近。如果用香港嚟比喻，佢係有啲似將軍澳初期加前海嘅概念，全部都係新區規劃，路闊樓新，好有未來感。好多人買馬鞍島，其實唔單止為住，仲係買未來嘅發展。但係問題係，依家部分區域呢，仲未完全成熟晒，夜晚有啲地方呢，仲係會覺得靜嘅，所以馬鞍島會比較合適接受新區發展節奏嘅人。第四個就係火炬開發區啦。火炬有啲似香港觀塘嘅轉型期，以前工業味比較重啦，但係依家住宅、商場、新盤開始越嚟越多。最大嘅優勢係咩呢？通常佢嘅價錢咧比東區平嘅，但係配套咧又唔算差喎。好多香港人最終都會覺得東區太貴，火炬又幾抵住嘅。最後一個咧就係西區啦。西區咧其實幾似荃灣西嘅，生活成熟方便，價錢咧又冇東區咁高，屬於比較平衡型嘅，自住舒服，生活壓力又冇咁大。所以如果簡單總結嘅話咧，想要城市感揀東區，想要養老舒服有生活味嘅睇石岐，想賭未來發展睇馬鞍島，想要性價比呢，就睇火炬啦。想平衡自住睇西區。依家越嚟越多香港人發現中山唔再只係平嘅，而係開始出現真正適合退休生活嘅城市感。所以你又中意邊區呢？話俾我聽啊！